每次我哋提及可持續一詞嘅時候，通常係指合理咁樣利用自然資源，唔破壞環境，有經濟效益、對社會有益及符合環保，係可持續農業嘅3個主要原則。香港嘅農夫能夠以可持續嘅方式耕作嗎？呢度係元朗嘅一個有機農場，你參觀過有機農場嗎？喺有機農場裏面，農夫以結合大自然嘅方式耕作。佢哋喺耕作嘅過程當中，唔會使用化學肥料、殺蟲劑、除草劑或者基因改造品種。一般嚟講，由於有機耕作唔會破壞環境，所以有機耕作係較為可持續嘅。而家等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個農場係點樣以可持續方法運作啊！呢啲係堆肥，係由腐爛咗嘅蔬菜同馬糞堆搭而成嘅。馬糞係由賽馬會提供嘅。堆肥係一種有機肥料，有助增加土壤肥力，仲確保農作物唔會受到化學品污染。呢啲係農場裏面嘅豆科植物，呢啲植物能夠將空氣裏面嘅氮固定喺土壤裏面，有助增加土壤肥力。種植豆科植物有助減少使用氮肥，對有機耕作嘅發展非常重要。除咗呢啲方法之外，你知道農場仲用邊啲方法增加土壤肥力嗎？農場仲採用輪耕嘅方法，農夫種植唔同種類嘅蔬菜，例如粟米、番薯葉同埋油麥菜。唔同作物會耗用土壤裏面唔同嘅養分，每年喺同一塊農地種植唔同嘅作物，可以避免耗盡土壤裏面某種養分，有助保育土壤。此外，農夫仲採用休耕嘅方法，令農地休養生息一段時間。農地休耕，土壤得以恢復養分。呢個農場仲採用一啲對環境冇害嘅方法控制害蟲，黏蟲板同埋太陽能滅蟲燈就係其中2種抵抗害蟲嘅方式啦。咁樣農夫就唔使施加殺蟲劑啦。除此之外，農場仲採用生物防治害蟲嘅方法。農場主人會養殖一啲作物嘅天敵，呢種生物可以令到蔬菜免受菜蟲侵襲。為咗維持農場嘅生態平衡，農夫唔會殺滅田裏面所有害蟲。由此可見，呢一個農場採用唔同嘅設施，以達至可持續農業嘅環保原則。接住落嚟，等我哋睇下農場嘅收入來源啦。農夫會喺農場種植唔同種類嘅作物，唔單止用嚟保育土壤，亦都可以藉此擴大佢哋嘅收入來源。當某種作物失收嘅時候，農夫仍然可以售賣其他作物，以賺取收入。農夫同時亦都種植好多貴價嘅作物，增加利潤。喺你嘅印象裏面，農夫係唔係都喺傳統街市出售農產品嘅呢？除此之外，你知唔知道佢哋仲有咩途徑售賣佢哋嘅作物啊？隨住網上購物嘅普及，呢個農場發展咗手機應用程式同埋網上平台，以直銷嘅方式出售農產品。農夫收到訂單之後，會直接將蔬菜送到客人手中。農場亦都會喺星期六提供自摘蔬菜嘅活動，增加農場收入。藉住多元化嘅作物種類同銷售手法，以及俾大眾親身到農場採摘蔬菜，農場主人可以賣出更多農產品，賺取更多利潤。咁樣做就有助達至可持續農業嘅經濟效益原則。
我個有機農場咧，而家大概有18斗地啦，有7個農夫喺度工作緊啦。咁我有種葉菜啦，有種瓜豆啊，一啲嘅香草啊，同一啲草本嘅作物啦。咁我哋就做直銷嘅，咁我哋啲客人訂咗菜，我會直接派俾客戶啦，亦都會喺農墟度賣嘅。咁我哋主要嘅收入咧，90%都係透過賣我哋嘅作物翻嚟嘅。咁我有少部分咧，唔到1成咧係一啲入場嘅活動咯。我而家農場裏邊帶俾我最多收入嘅項目咧，就係我係全年都會種嘅一啲番薯同粟米啦。咁佢哋因為嗰個賣價比較好，同埋佢哋一般嗰個收成嘅時間咧，我亦會容易啲掌握啊。咁運送亦都比較方便啲。咁所以而家番薯同埋粟米帶俾我個農場嗰個收入嗰個百分比係最高嘅。個農場而家透過賣菜嘅收入啦，再加埋少少入場嘅活動費啦，咁基本上都開始平衡到，咁仲有少少盈餘。由於大眾對有機農產品嘅興趣不斷增加，健康有機產品嘅市場越趨龐大。農場嘅作物獲得有機作物生產認證，增加大眾購買呢度生產嘅作物嘅信心。農場喺週末仲會提供導賞服務同埋培訓，俾大眾可以了解更多有機耕作同埋可持續農業嘅知識。農場主人亦都喺大學開辦天台農場，希望有機耕作知識可以傳承落去。呢啲種種都有助農場達至可持續農業中對社會有益嘅原則。參觀完呢一個農場，相信同學對香港有機農場嘅運作有概括嘅了解啦。同學可以翻開課本，完成有關呢一次考察嘅練習，你都可以解釋呢一個農場點樣達至可持續農業嘅原則。